其实月津港灯节已经打响知名度，已经造出口碑。那近年来的这个龙旗空山祭，事实上变成跟月津港灯节形成南北互相辉映。那月津港灯节本身又跟这个盐水风炮有一个动态跟静态的这个差别。然后月津港灯节之前又有月之美术馆，所以可以说盐水小镇已经它的观光以及它的整体的行销已经有初步的成果。那也感谢我们交通部观光局在2019年把盐水列为经典观光小镇，所以让我们有这个一些比较好的 idea， 还有一些资源经费来推动。那在现在已经有初步成果的时候，那台南市政府接下来我们一定要更进一步的把这个观光小镇的行销做得更好。那我们也希望说，随着这个盐水大排的整治的进度，我们的这个月津港灯节的范围越来越扩大，然后这个花样越来越多，这个可看性越来越高，这点是我们越来希望说能够做得更好的部分。尤其月津港灯节很大的部分呢是在水域，这也是跟其他地方的灯节可以互相不同的这个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龙旗的空山祭是在山域，是在山间，所以有山有水，这就是台南观光的亮点。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月津港灯节已经慢慢成为台南这个春节以及到元宵之前的一个观光的强项。那我们也希望说，好好的把这个地方做一些行销。那今天的记者会就是要呼吁，介绍今年灯节的特色。那也希望说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不管是这个南部的朋友或北部的朋友，都一起来参观月津港灯节，保证值回票价，值得一游。